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文化中心的平面停车场，那我们透过跟前瞻建设争取预算呢，把这个平面停车场立体化，那变成是一个7+18层楼的立体停车场，还有一个地下1层楼的机车的停车场，那总共可以提供211个汽车席位跟172个机车席位。我想对于解决不管是周边民众的停车问题，跟要来文化中心看展参观的民众的停车问题的解决，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市政府对于停车场立体化的政策会持续的进行。那今年下半年也还会有大概2场的这个前瞻立体停车场会来这个完工来启用。那我想会持续的来跟中央争取预算，也在持续规划市区的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在我们里民也等了很多年，盖好之后也会让我们周遭的里民停车更方便，因为那个也疏解到我们文化中心展演之後的停車問題。長榮酒店的停車機車也可以疏解，真的是對我們忠孝里這裡的停車有很大的改善。在1樓跟1樓的挑工區，也就是有2層樓的一個高度呢，未來將由我們文化局來規劃為文化中心的一個藝廊使用預定在今年年底，那我們就會完成室內裝修。那馬上呢，我們就會來策劃第1檔的一個特展，會有成大的陳明慧陳老師以多元族群的角度，然後結合多媒體的一個創作我們來展現一個文化中心複合空間一個藝廊的一個展示的一個功能。那這個會在明年的一個上半年呢，我們就會向各位市民來推出，也歡迎各位市民在享受一個便利的一個停車空間的時候，也能夠來觀賞我們優質的一個藝文作品的一個展出。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解文化中心新风貌，智慧前瞻好停车，台南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正式启用。我们东区文化中心旁边的立体停车场以及演艺空间，终于能够停车场先试先行，先能完成。那么我们文化中心的在演艺厅新增加1、2楼的演艺厅这个部分，也将紧锣密鼓的展开，即将完成。因为这个地方为了要维持文化中心的展演活动，所以说是等于说穿着西装改西装，因此工程进度没有办法大刀阔斧很快的进行。总之，也让周边的里民以及台南市民盼来了新的这个停车空间，尤其在东区寸土寸金的地方，那停车空间稀缺的地方，我们能够及时提供211个汽车以及172个机车，对民众的停车拥塞的情形的疏解是有帮助的。那随后东区还有其他的地方，包括监理站的这个旁边的图书馆以及立体停车场，还有北区的承德里的立体停车场，以及原来这个善化的 LM 区的立体停车场，还有永康成功里的立体停车场，这些都会陆陆续续在这1、2年内完工。那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更大幅度的疏解我们停车的需求。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31號禮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114年全國重點學校運動會盛會，3月22號在安平義在金城點燃以後，24號盛會跨海傳遞到平湖、金門、連江等地，31號再度轉來到台南。上午，市長黃偉哲將向前應邀甲希望的盛會，交接予體育局長陳良乾，展開本島傳遞盛會任務。預計會使台灣一人，在4月18號將盛會傳轉來台南。114年全中運4月19到20期間，將佇咧台南展開，接續落來5月2號開始舉辦全台運。市長溫特表示，今年會當講是台南的體育年，4月到5月更是台南的運動月。希望透過舉辦全中運甲全台運的機會，會當振興體育，帶動運動風氣。從4月19號開始到24號日這幾天的時間，能夠可以說是台南的運動盛事。接下來到
5月2号又要开始全国大专运动会了。所以说今年台南的体育年，那4月又是台南4、5月间又台南的运动月。那我们知道，全中运台南已经20几年没有办了，那全国大专运动会也很久没有办了。那所以说，我们希望借着举办这个全中运、全大运的机会，能够来更加的振兴台南体育，更加振兴台南的运动风气。此外呢，也能够在里面寻找最优秀、最顶尖、最有潜力的一些年轻运动选手。点燃火炬，行点燃。全中运本岛盛会巡回选择伫咧安平的樱花实境中心作为起点。安平古名是台湾，有热兰遮城、意在京城等一节古迹，是台南400档的历史起源。呼应这次全中运口号“荣耀起点精神”，象征生产起后再创荣耀5万，将体育精神传向全国。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立法委员林俊宪日前出版新册《现在台南》，将多年来介绍台南的美食故事集结成册，上市1礼拜已经热销3000本。29号，伊伫台南正大册城举行新册发表会甲签书会，总统赖清德嘛透过录影的方式来斗推荐。正大册城伫情人节即天，客满济册迷甲支持者，大家拢是小听立委林俊宪现在台南的新册发表。这本册一下5档来700多集的影片精华，所小解超过120间台南在地美食店家。林俊宪表示，除了好食斗小报，其实嘛是透过美食记录故乡的人情味甲生活回忆。因为这些小吃店很多都是我吃了20-30年，那跟老板们也都成为好朋友。那有的很高兴看他们继续传承，那有的一不小心那可能就都不让叫都不走了那记载了其实也是台南台南这个历史文化所孕育出来的美食点心这个是台南特色，全台湾独一无二，台湾第一城，台南才会有的。通常政治人物出册主角就是家己，不过这回立委要传达的就是故乡台南。发表会中希望减少政治味，主要有澎湃小食美食坐镇，册内美食店家嘛徛台小厅，包括第一间记录的店家阿明牛肉面，以及传承第2代阿元羊肉店。阮即摆小吃业生存都无简单呢。就阮这大购有无，连那个嘛老前辈年纪嘛有过啊，嘛还有卡小人手家己斗食，所以我委员特别鼓励阮这少年人有无，爱甲传承落去，爱继续甲接落去。会中除了金曲歌王谢朋友到场赞声，迎着新册发表会成为欢乐的 party。政治评论家、知名美食作家等济名人，以及议会包括议长曲丽丽、副议长林志典等18位议员拢亲自出席。我真心推荐大家看到这本册，咱一撮台南深度旅游，你会看到一个无同款的台湾，更加真实的台南。你嘛因此爱着这座城市，敬请大家斗阵和俊宪来爱台南。伫这支持声中，立委林俊宪进行签册会，嘛因为上市1礼拜各大通路已经热销3000本，情人节即天全台更是卖甲空。林俊宪表示，目前紧急再版，搁再等1礼拜上网地当买到。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妇女会去年甲城大妇伦社共同举办关会活动，一天就帮助会库378地量。今年选定3月29情人节即天，再次合作做公益。一早起就有真侪民众排队关会，希望唤起大家关会一地，救人一命。根据台南关会中心表示，目前南部地区总体血液的安全库存量拄好7公，其中 A 型甲 O 型偏低只有6.2公，真需要民众发挥爱心。
伫厝台南市妇女会结合各区的妇女会甲爱心会，今年再次甲新台扶轮社合作，选定3月29即天举办关会活动。虽然9点才开始，不过一透早就有济民众排队，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关会一地救人一命。从18岁就开始捐血到现在，然后感觉捐血不只是对身体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妇女会表示，希望用意义的节日，团结大家力量来做公益，嘛鼓舞更加侪潜在少年人拢做回来响应，疏解会库欠缺的难关。希望在这个时间用我们的热血挽起袖子，然后用我们的热血来庆祝我们329这个活动。其实捐血不分你我，做公益也不分你我，所以我觉得世界有爱，你我有爱，分享出去，这个是最有意义的活动。一大早看到我们这么多的民众卷起袖子准备来捐血，表示我们今天这个捐血活动是相当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能够继续跟台南市妇女会继续来合办这项这么有意义的社会公益活动。会中南区妇女会理事长蔡淑慧嘛用伊亲身的经历来教育家己的囡仔关会甲会开的意义。我当时因为难产，所以小孩子在肚子里面大出血。那时候也因为受到一些好心人士善心人士的捐血，所以前后输了2000 cc 的血。根据了解，去年台南市妇女会联合新台扶轮社加一台关会车的目至378台会量。今年有加护理人力，预计300位关会民众将帮助更较侪有需要人。会中双方嘛预计明年要继续举办，和爱心延续。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另外，网红永康四大财主瓜哥嘛伫永康举办关会活动，只要关会成功的民众得送糖仔鸡。希望鼓励更较侪民众踊跃关会。台南的网红永康四大财主瓜哥，当年响应公益活动，听到近期会库告急，便找来常来昆尼、吉利姐、AJ 哥等网红好朋友，发挥各自伫网络顶的号召力，共同为社会出一份心力。最近咧欠货我就招一个网红来号召一个替社会出一点力就准备一寡小小的礼品大家赞助一下大家希望大家后壁陆续爱响应政府一寡欠货，大家爱出点力帮助一寡需要的人很高兴今天呢可以来参加瓜哥的活动，因为像瓜哥去年也有办这个捐血活动，然后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会定期3个月就捐一次，所以就算你没有参加到这个活动，也一定要继续响应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挽起你的袖子，抛出你的热血，就是在做公益了。谢谢，赞！欢迎大家来捐血。为鼓励赶济民众踊跃捐血，只要成功捐血250 cc， 就当得到现行的糖仔鸡甲笋丝鸡汤。捐500 cc 的民众，搁加码送半面礼盒以及现金抵用券，希望会当抛砖引玉，为会库增加救命能量。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湾府城隍庙伫庙前的广场举办求学迎考、步步高升、考轨顺利活动，总共120位学生穿着古早书生的服装，排着德卡，体验古早考古考试的情景。除了咱市各中小学生参加以外，阁有城大甲南商的外籍学生嘛去体验。考轨将要来到，每届考生拢会前往台南府城隍庙来参拜考公师甲的学证书，祈求考运会用得顺利。因此，台湾府城隍庙嘛特别举办求学、迎考、步步高升的顺利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3档，唔定参与的人数哪来哪济。
今年更有国小学生前来体验。今年那原来有中山国中小朋友还有这个成大甲南商的外籍生今年特别还有这个胜利国小学生第一次来加入咱这道这个求学步步高升的活动这个活动原有来较早阮就想庙后多一个清代考棚遗址来办理这个求学引考步步高升活动来，互伊穿清代的服装来设这个清代考棚来做一个记录受到咱府城王威灵公科公司甲学生司的庇佑之下会当这学生囡仔会当考出功名会当金榜题名。我们学政司他是负责什么嘛？学政司他是负责教育还有我们的那个行政考试的工作。那我们的考公司呢，它是负责考绩跟升迁，那就是代表着说我们在学业上的努力将会被看见，也有机会可以有升等的机会这个就是我们城隍爷的保佑。那我们很感谢庙方办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来跟我们学子来做一个互动。庙方依照鼓励，将府城隍庙威灵公主书的课文、甲个人事的学证书、甲个科公的书页，刷到庙前来祭奠，带领着穿着古早书生服装的考生来参拜。现场还阁准备700人份的米糕签，放伫个6角形的签塔内面，象征历历代孙。祭拜过后，嘛当场来开签，将祝福分享给参加顺利祈愿的考生，甲着现场的来宾。场面热烈。来，我们第1层、第2层、第3层，来都打开来了哇，由我们的负责人来甲大家来进行，来教大家安怎开签伫个仪式过后，庙方嘛一一为每一位师生来准备古早的竹笼啊，竹笼有分大小。大的120公分，由着外籍生来拍；小90公分，由着各中小学生来拍。实际来体验古早书生上京赴考的辛苦。这传统的话，有着不同的见解这样子。那对于今年的，因为马上要考试了，有没有一些期？希望大家步步高升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然后希望会考可以上一间好的学校。我觉得很特别，应该在印度我们没有这样的活动，所以我很开心来这边，谢谢。现场的仪式结合古早的乐器以及现代舞蹈团艺术的表演。有文嘛有武，加上庙后还有清朝的考棚遗构，具有台湾的历史意义。今年的巡礼除了2到32天，另外伫个4月5号、6号还有4场，欢迎民众踊跃来报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文昌帝君祈福法会甲奖学金颁发典礼，30号伫永康区凌霄宝殿武良宫举行。市长恩惠体出席活动，颁发44间学校表现优秀的毕业生奖学金。现场除了学生甲家长，嘛吸引真侪信众到场做伙参与。大湾凌霄宝殿武良宫连续23天举办文昌帝君祈福法会甲奖学金颁发典礼，活动为当初4间学校扩大至今44间，是慈善更是社会责任的展现。市长委特别出席典礼，感谢庙方长期协助学生向学，也祈求所有学生拢金榜题名，升上事成，考到心目中的学校。今仔会使讲非常的殊胜，非常荣幸，文昌来向也是咱。玉皇上帝，嘛是玄武上帝，圣诞千秋嘛是咱文昌帝君，的这个文昌祈福法会，咱各位道长以及各位长官，大家拢为咱的学子来祈福，期待大家拢会当伫考试中间脱颖而出，会当得到好考入家己的理想中的学校，祝大家心想事成。
主委王大明表示，这个活动自民国91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迈入第23档，不仅肯定学生努力，更是呼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多项指标，展现民间宗教团体甲市府、学校之间合作力量。王大明进一步指出，现场除了学生领取奖学金，有过状元桥等仪式，不仅为学生祈求金榜题名，也为这场人士祈愿时代歌声。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为了落实社会责任，将属医学美容保养品的伊思碧缇公司，捐赠一台护空巴士以及价值1000万的物资，予台南市政府。期待政府甲民间协力，为行动不便的市民甲弱势族群尽一份心力，打造更加友善的环境。中属于哈美容顶级保养品的团直销公司，为了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对2020年已经甲厂商签署订购100台富康巴士的决心，将陆续捐赠予需要的每一个县市。目前全台公益接力第29站，因来到台南市捐出第13台高顶的富康巴士，以及价值1000万的物资。一听到成行，所有南部的美容师拢到场见证，场面相当盛大。市长委贴甲社会局长郭乃文嘛亲自出席，代表市民接下这份感动，并回敬感谢中，期待政府甲民间协力，为行动不方便甲弱势族群提供更完善服务。我相信这个上面这个高顶的这个车子富康巴士上面写着这个伊思碧缇的捐赠者，也代表着市民朋友满满的谢意所以呢，我要代表台南市186万市民朋友们，谢谢伊思碧缇，也谢谢所有的各位好朋友，因为你们这个城市更美、更有爱，那也更温暖。我们发现在富康巴士在地方上，身心障碍者在面临在出行上的需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是需要各个企业来一起投入这块领域。所以我们在同年呢，也跟富康巴士的厂商进行100台的一个订购。我们在逐年呢，我们会陆续针对这100台的富康巴士来进行相对应的捐赠。伫台南捐赠富康巴士难得的大场面，这代表该企业的号召力甲行动力，嘛相信这不只是一场仪式，更是社会关怀具体实践。企业强调，因除了拼事业、行公益，更是同步启动，未来将持续发挥影响力，打造更友善的社会环境。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为去年底台南490礼数快闪，到今年初台南好礼。伫全台大运动百会拢有袂歹成绩，所以趁着台南青梅啊、甲梅弄上市，市长甲农业局以及台南农民做伙到桃园的大碗吧，行销台南农特产，互北部的民众享受新鲜直送的好滋味。台南因为气候好，拥有真侪特色的农渔产品。即届市府带着果农前往桃园的大运动百会，贩售的除了有当季的果品。甲农特产，包括旺来、哈密瓜、蜜枣，甲伫花莲果顶。另外，还佫有蓝色的梅仔，会用来做成侪种的吃法，以及后壁区的洋香瓜顶。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台南好物以及农产加工品，通通来这边跟桃园最优质的消费者来见面。那因为这次我们以台南的一些果品来讲，凤梨快要上市了，然后这个蜜枣跟这个哈密瓜又到季节中后段了，所以呢，很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尝一尝哦。因为你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可能要到今年年底了到11月、12月。你知道南溪有梅子，梅子可以可以做梅酒，可以吃梅子鸡，然后可以吃这个梅子鲜果，很多的各种的吃法，包括生鲜的生吃还有包括料理的吃还有这个做成蜜饯。等等都是非常棒的这个料理。另外呢，我们后壁的这个洋香瓜，刚刚有提到了，包括红肉的、绿肉的，
包括脆的，包括软的，包括网这个光滑表皮光滑，表皮有网状纹的，包括圆形的、椭圆形的，通通都有。这届活动现场嘛推出台南百果宝盒的义卖，也就是由这种的台南水果所组成，而拍卖所得，嘛将捐赠给0121南西地东的灾区。现场市长还佮高点的师傅，共同用当季的青梅来制作秋梅大福，甲民众来品尝。希望所有的农特产拢会得到民众的介意，真紧就拢销售一空。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3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小红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增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波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0%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0%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
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